总统赖清德早起为新都世界运动会代表团授旗，鼓励因拼出好成绩。嘛望讲女子有大嫂会当摕到6连霸。总统嘛为当地德国举办的世大运来加油。这个月上旬，我才在国训中心为世大运代表团授旗。现在，他们正在德国莱茵鲁尔的赛场全力奋战。 也接连传出夺白佳绩，我们给他们一个加油，好吗？接下来轮到各位即将启程，119位选手将在世界运动会14个竞赛项目展现台湾的韧性与实力。我知道运动员的训练很辛苦，也知道披上国家队战袍责任重大。 但是我要说，我对你们充满信心，国人也对你们充满信心，全力以赴就对了。那每个单位过去都会有一些准备啊，就是万一被这个刻意这个贬低我们的这个国歌代表性的时候，我们会严正的向大会提出抗议。 针对伫德国世大运有中国人要抢咱国的货单，赖总统今仔嘛表示谴责，批评讲这款行为违背运动家的精神，互人真遗憾哦。佮传出中国要求当地政府，咱伫外口税厝，真做是世大运物理治疗站哦，袂当放国旗。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嘛表示讲，驻地代表谢志伟大使，嘛已经有向艾森市政府抗议，艾森市长嘛已经有出面回息礼咯。